你在这里买的还是家里带的？这里买的。家里带的都没有。我又买了一个阿东石，我要就不能瞎灌了，一灌就想买，一灌就想买。我早就一看就是想买。太多了，无钱估计就专门打球的，不是说那种多的装出去的，可能有10个，根本穿不完，但是就是他妈爱买。你这一个会打2000球，买那么多鞋干嘛？你看我这次买卢卡，花了2次没穿，绿色那个。啊，然后詹姆斯好多都是穿2年没穿。他妈还是会，只会后刃嘛，别人还是穿呀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手机开始的时候都不去。你先跟着你老婆。硬着上线的。哇！对的，大个。有点肉质感觉。这样放了这个棍儿。
เ